人日日忙到飛起，成日 OT， 加上好多都係一個人喺大城市打拼，難免會覺得孤單，所以有時放工都會好想有啲小動物陪下自己，治癒下心靈。不過講起養寵物，始終都係一世嘅責任。日本人工作時間長，冇咩空間照顧到，但係日本人呢向來創意無限嘅。咁最近喺網上見到一間位於代代木嘅寵物店呢，竟然真係可以租狗行公園。咁我哋梗係要去實測下啦。原來代代木公園旁邊有間叫 Dog Heart from Aquamarine 嘅寵物店，係東京人同遊客都會去嘅熱門 spot。喺度可以租隻狗出去散步 ，dog walk 或者留喺店入邊同狗狗玩 dog petting。收費方面，散步1個鐘大約3000至3600日元，半個鐘嘅店內互動體驗就950日元左右。店鋪隔離就係代代木公園，超方便，仲可以邊行邊睇靚景。店內有唔同品種嘅狗狗，例如 Golden Retriever、Beagle、Toy Poodle、King Charles、Boston Terrier、French Bulldog。我哋租咗隻比高妹妹 Maria， 只有1歲半。比高本身就係活潑又醒目嘅狗種㗎，好多活動量，如果成日困喺屋企，一定會拆屋。Maria 出奇咁溫順，抱上手好冷靜，仲好中意人抱。店員交狗嗰陣，仲會俾埋一袋裝備，有便便袋裝便便袋嘅盒、水樽、水兜。我哋仲可以俾多200日元買一小袋零食。出發去公園散步啦！代代木公園本身就係一個好出名嘅 dog run 狗狗公園，分咗小型犬、中型犬同埋大型犬區。公園其他地方咧就有廣播提示大家唔好放狗自由跑，以免影響其他人。成個散步過程 Maria 都好乖，冇搶繩、冇扭計、冇吠，真係好有日本狗嘅禮貌 feel。佢個樣又靚，行到邊都咁吸睛。雖然佢明顯聽唔明英文指令，但係見到零食就即刻識坐低等食，真係萌到爆。代代木公園除咗係人放鬆散步嘅綠洲，仲係狗狗天堂，好多主人都特登帶狗去放電。附近仲有好多寵物友善咖啡店，俾你同狗狗一齊放空嘆杯咖啡。中意我哋介紹嘅日本過癮新玩意，就幫我哋俾個 like 同撳埋訂閱掣同開通之中。下一集就繼續帶大家去探更多另類日本旅遊行程，仲要記得去我哋 FlyGBA 嘅網站入邊有好多旅遊資訊，仲會不時有優惠添。多謝大家支持，我哋下集見，拜。